今期新股熱鬧，過年燒市場，有數據管家、國貨面油同鋼鐵積木佬三檔嘢一齊開檔，搞到班打新友心大心細。等我用廣東話扮下市場，阿叔同你講下呢三檔嘢乜料，等你可以睇戲咁睇，笑住嚟決定抽唔抽。首先講數據管家順策3317，佢個故事係最科幻㗎。佢自稱係企業肚入面嘅超級大腦，專幫基金公司同大企業喺幾毫秒內消化海量亂糟糟嘅數據，然後話俾老細聽點決策。個概念聽落好勁，直頭係未來世界入口，仲有騰訊、高盛呢啲大佬睇住個場。但問題係呢一位未來戰士最近唔知係咪壞咗機，盤數衰到嚇親人，舊客走佬，新客唔多，收入仲要倒跌30%，一路開機一路蝕錢。即係話你而家入場係買緊一個好勁但係壞咗嘅腦，要賭佢好快整得返。呢鋪係典型高風險高回報嘅科技博弈，啱晒中意坐過山車嘅後生仔。跟住到國貨面油林青軒2657，佢個故事就踏實好多，似一出勵志劇。佢知山茶花精華油唔升，原來已經連續8年做全中國銷量一哥，幫公司半年賺多成倍錢，盤數靚仔到呢。呢個國貨之光嘅古仔好聽過流行曲，仲有富達基金呢一類國際大佬落搭認購，好似已經預訂咗成功人士個位。但係劇情暗藏伏筆，成間公司99%收入靠呢一支油，萬一遲下流行以水養膚，或者支油唔再有得，咁成個故事就可能爛尾。所以你抽呢隻就係買一個好叻但好單一嘅明星，賭佢可以一直紅落去。對比數據管家呢一位面油歌星，明顯穩陣好多。最後係鋼鐵積木佬美聯股份2671，佢個故事可以話係一套紀錄片。佢專幫人砌積木起工廠，尤其係車廠。今年生意好到爆，賺錢多咗3倍幾，聽落好和味。但係佢個行業好睇經濟面色，汽車業一打乞嗤，佢隨時感冒。最慘係同期6隻新股一齊出，佢係募資額最少、認購反應最冷淡嗰個，好似去派對，但係冇人同佢玩咁。你抽呢一隻就等同買一張經濟晴雨表，仲要係冇咩人爭嗰張。對於想揾刺激或者長遠故事嘅投資者嚟講，呢套紀錄片可能悶過睇新聞。咁到底應該點揀？俾個鹹魚白菜論你參考下。如果你自問係進取型，中意賭明日科技，可以諗諗數據管家順策，但記住只可以用閒錢細注買個希望，當買6合彩。如果你係穩中求勝型，想揾隻有實績、有增長嘅嘢，林青軒會係3隻之中較為合理嘅選擇。佢有盈利支撐，個故事亦都易明得多。至於鋼鐵積木佬美聯股份，除非你好熟汽車行業週期，唔係嘅話，呢一個時候實在有更多更好嘅選擇，慳翻好過啦。記住阿叔話齋，抽新股同去遊樂場一樣，要玩自己承受得起嘅遊戲。望清3幅古仔嘅劇情大綱同風險提示，睇啱先好買飛入場。想知道更多新股、潛力股資訊，就記住 subscribe 我的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